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簽證的事，我係阿的。今日咧想講個話題咧就係、如果你哋持有經營管理簽證或者係打工簽證，已經喺日本一段時間，但係你哋有計劃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要翻返去你哋自己嘅國家去處理一啲事嘅話，我哋點樣可以避免令到你哋個資格會喪失呢？我身邊有啲朋友啦，咁本身都住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其實佢哋都會有心想做永住啦。咁申請永住嘅條件就係話，你哋要持續地居住喺日本，合法地居住喺日本10年之後咧，你哋係可以申請永住權嘅。咁可能喺一段中段嘅時間、中長期嘅時間，譬如話已經住咗3年、4年、5年，突然間咧可能因為有啲因素啦，咁要翻返去自己嘅國家處理一啲事，咁佢哋就會怕，如果翻返去處理一啲事太長時間，翻嚟嗰陣時，到底佢之前已經住落嗰個時間會唔會重置呢？咁所以咧，我哋要注意翻。如果當我哋已經好早知道我哋要離開日本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即係可能係1年以上嘅話，我哋應該要點處理？咁其實有2個制度嘅。咁第一個制度咧就叫做再入國許可，再入國許可。咁如果你已經知道咗你係要離開日本一段好長時間，你應該要去出入國局咧申請咗再入國許可，話咗俾佢聽，你可能會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唔喺日本。申請咗之後啦，咁你哋應該咧就要喺翻你哋嘅簽證有效期效之前咧就要翻嚟，係必須要嘅。咁當然我哋譬如話你手頭上嗰張係一個3年期嘅簽證，或者係一個更長年期嘅簽證，咁其實盡可能都唔應該要用晒佢嘅。咁可能1年多啲，或者係2年就應該要翻嚟㗎啦。咁如果你已經知道你要離開日本嗰時間並唔係好長，咁可能1年之內，但係佢都可能會超過比較長，可能超過90日嘅。咁你哋應該咧係可以再採用咧叫做特別再入國制度，特別再入國制度。咁呢個咧就唔使去出入國局嗰度咧特別做一個申請。你哋只需要咧就去到出國之前啦，離境嗰時咧，咁你喺你嗰張再入國紙嗰度咧就打個剔，就話你哋係要一個希望特別再入國制度嗰度打個剔之後咧，咁你哋係可以會比較長啲嘅時間喺出邊再翻嚟。當然翻嚟嗰陣時，你亦都係要喺你個簽證有效期限翻嚟。任何情況，如果你翻嚟嗰陣時係喺個簽證有效限期之外嘅咧，絕對翻到嚟之後咧，你哋已經在留卡失效咧。咁之前所住過嘅時間咧，一定會係被重置嘅，亦會重新去計算嘅。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如果再有任何嘅問題，歡迎隨時可以同我聯絡。我係簽證的事阿的，多謝收睇，拜拜。